因为这是小结婚哦，这是小已经爸爸才谈的年纪就是魔术，小魔术。另外讲，真侪就大家来听，甲咱讲，多谢。大回头啦，是拢迄个真侪人想讲咱台湾话毋是话啦。若无中国话，咱就无台湾话安尼。每一个台湾话的确爱靠中国话，才有迄个意思。有时甲咱讲无影，咱台湾话有伊独立的性格。若读研究学的人就知影，迄个除了字以外，还佫有迄个咱迄个英语叫做 syntax， 迄个字的序列，动词、名词、主词等即序列的关系。中国话有伊的中国话讲法，台湾话有独立的讲法。实在的迄个1800年，迄个19世纪中期的研究学家来编制咱台湾话上解安尼有关联的，就是厦门话的性质，做字典的时阵，伊讲作出的，尤其收集拢总，甲咱台湾话有关系。即厦门话的内面的话语、话词，甲声音，当时上好的字典叫做康熙字典，的汉字的字典。中间会当找着讲相对用的汉字的，伊有找着差不多3万个字句，总是有汉字的才有2万个。表示差不多1万的即个台湾话，是讲厦门，甲台湾话有关的厦门话的中间有1万个字，是音，是字句，无汉字啦。咱若想讲台湾人本时咧讲皮皮出，看你要安怎写个，汉字，这是真简单的话，咱逐日咧讲的话。这个写这个字典的作者，Douglas Costello，伊个特别伫伊的头书的内面讲咧讲这个话人毋是迄款安尼，干那一般的人，粗夫俗子，是讲安尼无读册的人，咧讲的话啦，连遐个安尼有真有学问的人，真有涵养讲话，安尼真文雅的人，拢有咧用遮个话。所以台湾话的独立性，咱爱第一代先肯定。咱做一个台湾人讲台湾话，毋免惊讲强笑讲咱这毋捌字的安尼无读册。咱像我转去台湾安尼去餐馆，人摕迄个互我看，佫甲我特别用中国话甲我讲拜托咧讲较慢咧安尼你即个讲啥安尼讲，你是无读册少？你一个就引导转来讲我讲你慢慢讲遐紧啦到尾伊个经理出来甲我回实例安尼，讲囡仔安尼有礼数。其实我的读册年限啦，大概比迄个囡仔会年会佫较长啦。毋是无读册，所以咱台湾话做一个台湾人，第一大先咱的认同，像identity的一项，就是咱的言语，咱毋通放弃。咱若有咱的言语，安尼咱才会当伫世界
即个较大的即个图，吼，像讲咱咧讲的mosaic，会中间迄色，吼，会当伫遐充分表现出，互即个图会加真水，佫真完整，吼，这就是我着爱讲的。因为咱真久拢去互别人管，所以想讲咱家己无字啦，袂晓，所以安尼遮侪年来，咱这位做金教授吼，安尼伊安尼甲一寡人真努力，先去做一寡即个工具啦，吼，因为即马大家拢真爱用电脑啦，用啥物话安尼，所以做一寡工具会比如讲，即个工具通互咱用，互咱若安怎讲，安怎迄落的时阵讲的时阵，咱会当通过电脑来写出咱爱讲的话，吼，写出来别人我会当读，会当了解咱咧讲的。当然吼，所咧用的基本的真侪就是迄个基督教会。伫台湾已经用150年以上的即个工具就是用罗马字拼音，阮叫做白话字。即摆伫台湾的教育部有一套，原来伊用即个罗马拼音字的拼音，要来教咱本地的人，搁再来重新读咱的。家己话，用这个工具，较前会甲咱介绍。阮有将基督教的圣经的内面，会来用汉字，甲这个即个白话字，甲人做伙。其实咱有迄落完全的，拢是白话字，无汉字的。咱若学好势这足简单的啦，读落去真正台湾话啦。毋过真可惜，阮就是拄翻译的时阵，翻译即个圣经的时阵，是用厦门话做基础来翻译。咱台湾话甲厦门话有差别，有相当的 percentage， 虽然足相像，总是。无一定完全共款，亲像讲咱咧讲英语咱想讲咱讲美国讲英语我去英国我拄过英国，当遮去的时足见笑的。我一个开喙讲毋是我讲毋对啦，是咱讲的是咧讲美国话，毋是咧讲英语。因就甲安尼感觉足奇怪。后来较熟伊讲You are Yankee，You speaking Yankee, not English。我讲这黄面的 Yankee 实在是足见笑的就对啦后来渐渐有一寡因咧用的，平平字字读出来咱大家拢知影 neighbor。你若是英国neighbor 你就爱迄落爱用 O-U-R 咱遮 O-R 就会使哩尾伊即个就爱安尼 honor， 嘛是安尼，亲像即款的安尼，咱是想讲都足当然的啦，咱对，其实咱安尼无一定对啦。即马亲像即款的情形的下面，咱将遮原来是拢 O-U-R， 即马改做 O-R 亲像安尼啦，我举一个例安尼安尼读了就知当时这是 O-R， 毋是 O-U-R， 即个字安尼。咱这圣经因为已经有翻译这基础，所以即马根据这来甲伊安尼安尼迄落 update， 这个言语做咱今仔，譬如讲这有诶。即个所咧用的伫厦门有咧讲治水咱看咱即个少年知影治水是咧讲啥？治水是啥物人啦？啥人？伫
迄落下门吼，讲治水，因为叫下门你讲治水啊，因人传是讲治水啊，吼什么人安尼这是其中个项例，佫真济因咧用咱即台湾无咧用诶，即马咱就改做这，这工具诶中间毋是干那教会内面诶人关心啦，也对台湾语文关心诶人非常安尼关心，所以因一寡毋是教会诶人，伊讲你伫咧圣经宣讲上帝诶代志吼，讲神诶代志安尼，讲耶稣诶代志，安尼，所以咱安尼讲好啦。伫圣经诶内面吼，有迄连上帝名都无出来诶，即个圣经诶部分啦吼，咱家讲圣经诶爱情甲智慧文学，有2本册叫做《哪个甲真言》。亲像即款诶，互遮个无一定讲对宗教有趣味诶人吼，会当安尼读，咱用诶即个方法就是迄个汉字甲迄个罗马字连做伙，若迄汉字吼，咱佫有家注音嘛，讲即字汉字就安怎读，照咱诶读法来读。安尼，这工具即马迄个即林教授吼，会甲咱介绍，咱会当家己对 internet online 去学习，咱就用这5万咱到上落尾，会当互咱台湾话安尼真迄个做有一个标准化。是讲正常化，这是上要紧的。咱若看到一张，你就知影。讲真咱迄个，看。迄台语啦。迄台爸爸。迄咱的代志啦。即款的人，我读即个字的人，才知影讲吼，伊是咧卖啥物字，很慢的，很慢。我来自己遐有个，遐有个奶鸡很慢的奶鸡，我即马咧迄个做迄个交互恁长老，甲咱说明对呀，这大家平安。今仔真欢喜啊，真感谢伊来甲分享咱的水讲地府话咯。咱电脑就爱拍台语文，这是咱基本台湾人的基本人权啦吼。所以咱唔好去即个有电脑老师的话，迄个语言都袂死啦吼。所以我一直咧努力即个思潮咯，10几年来吼。其实我是2002年哈佛大学开台语课，地理乡教授囝教，伊嘛来教会教，我才开始学台语啦吼。一个累了就挡袂牢啊！我以前拍100几万字的迄个播，迄规拢甲放弃哦。安尼我今仔看到安尼，我是台湾人最有尊严的吼。咱先看即个对即个事业来小可介绍。OK。到过去是就证明台语事情完全同款，现在用电脑拍台语文，已经方式，相连教会人最有娱乐，结果一套新闻来台语事情完，人这较过去优点，但是人解决用台语事情完无方便。伊讲 OK 喎，伊讲休息一下。对啊，就所以搁这几个，你倒去？电脑在固定的。连客户甲关注的语，拢会当着新闻台语事情完使用。
同时也结合过去恁主任表了解轻松思相关的特色。3音节以上的词，嘛只要输入音节的头一个字母，就会当显示出来。咱会当用每一个音节的第一字吼，心是 S 嘛，啊干是 G 嘛，啊讲是 K 嘛，哦啊新眼讲拍落了后，就有第7，就是新眼讲，哦啊电视台电 T 嘛吼 ，C S 嘛，啊台嘛，哦电视台，哦电视，哦所以新眼讲电视台就出来。新闻外台语词入湾，除了内建10几万的词类以外，也会当家己增加词库。不管是教育部公布的台语罗马字拼音，也是教会所使用的地位字，免色或无色，拢通拍会出来。而且这种超强软体也是免费的，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新闻外网站下载，互母语的传达更加紧搁有效。新加坡电视台台北报道。那放在新加坡电视台上面去，啊，有啊，迄咱张老教的电台的哦，我咧看，我是这我开发这出来了后，我嘛是规总会嘛有要用哦，我嘛拢会用啊。再过来基本就是讲，咱无买过用波来输入嘛，一定爱用咱的罗马字，咱的台语啦吼。咱祖先老来150年前，咱教的迄个圣经拢用到最好势吼。啊，捌读过白话字的请举手，会晓？哇，你写来就无，哇，你有学我，最好诶，嘿，嘿。啊，所以你嘛会晓的时，即摆就是讲你要拍你的台语文，毋免用波，有我，吼，是，哦，啊，你头壳转了足艰苦的哦。啊，所以我个人一直感觉讲，这对这个，我嘛足爱写啦吼，会当用这写的时足好势啦吼。啊，这个我有一个献out互大家吼，咱来小研究一下吼，咱的迄地位字，因为以后处理法一定拢爱用地位字啊吼。啊，这个18字的英语的字母。有法度将咱的台语100%发音出来，英语字啊，其实敢毋是，所以你爱想，咱的地位字比较简单啦。啊，未来感觉讲有着足困难吼。我感觉讲台湾人，我感觉较狭隘哦，讲我会晓讲就好，哦，啊，就是讲啊，我捌中国字就好啊。啊，无想到咱家己的字，咱家己的 ABC， 美国囡仔共款爱去读 ABC， 才会晓读，会晓写吼。所以咱逐人咱无讲，我爱读，我爱写吼。咱即个，咱即款研究者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就要安怎来体验即个物件吼。因为台湾受过保的教育，所以我照迄个顺序啊吼，咱来读一遍吼。咱的母音有啊。哦，波等于就是波啦吼，啊、伊、有、诶、哦、OK， 哇，正咱的台湾人这音拢发得出来哦。你英语无就分 O 甲 啊，哦啊，咱有嘛吼，啊所以咱读出来这个，啊，过来填母音哦，这较重要。这个波。所以即个少年的时代，声音伊讲袂出来，伊就讲声音，哦，音乐，伊讲袂讲音乐，伊讲音乐，哦，这段就是讲少年的，你若要甲台语了解，伊无的音，咱来甲聊搁较深，哦，声音后壁有变的时阵，啉准了，毋是啉准了，啉，迄喙啊合起来哦，啉的，迄个鼻腔音。啊，我一个 N， 哦，咱本来就会波分嘛吼，分哦，啊 N 字的时就哦，啊，一个咱的台语上水，你听我教授讲，咱法语的足熟悉的，你要约男朋友、叫女朋友，一定要用台语，这鼻腔音足济哦，你马上就会学着吼。我伫中山药堂。伊个台语个电脑我教3年，我教遐少年囡仔，你若学好，你就用这写。啊，你对方一个讲啊，你写迄是写个英语我毋捌，伊讲毋是啊，迄台语啦。
啊，你台语我哪毋捌？你讲来我甲你教，啊，就我来就来电咯。所以你即步爱学啦吼，咱有足水的，咱的台语较是这平衡音，啊，这互咱有真，有甲咱讲较迄个语言较，咱发起来比较水安尼吼。迄个啊，咱本来啊嘛吼，啊有迄个小 n 的时阵就咱读平衡音啊。哦，做粿爱包啊，哦，啊落去，迄咱用去提纲出来音，哦，咱有迄小 n， 哦，小 n， 啊，过来就是讲，拄则小主讲教育部，伊为着要推广台语，杜正成做教育部长的时阵，转去好大，甲整合起来，就是即个以前的即个罗马字是都有足侪人落咧。啊，国民党政府调工尾互你足侪照到咧乱互你台语活袂起来啦。所有的教育部长若要处理这个问题，系去用抬头。啊，若是杜正成最勇敢的吼，我就勇敢袂得啦。啊，高李庆华教授转去了后，啊，伊就招遮个语言学家活来，甲整合起来。整合起来的时阵，就是因为长老教会无认真推广。第二，牧师讲，长老教会即马是迄个败家子。甲祖先留互咱的文化资产甲放了，吼！啊，人拄仔要改时，长老教会拢无出声，吼！啊，所以甲咱改走10%，所以红色的部分就是教育部，因为我互咱知影，因为遮教育部正式伫教，吼！啊，囡仔嘛伫学这套，即马少年的接触，就伫来讲，你的心目内底都太拢全。教会落啊，是还无教育部，我讲你入门的先入唔着门，哦，我今日早讲啦吼，咱入去新木的网站内底有足侪工具，足侪物件好用的，迄个你着爱对迄个第二个教育部迄个入去，所有的拢会改教育部互你读，所以即摆红色的部分就是教育部甲咱改就改过啦吼，啊有改啊有较袂歹，吼，因为。咱的即个白话字是拼音文字嘛吼，啊，咱的拼音是根据国际音标、国际音标，恁都有抄嘛吼。你照迄样咱嘛读咧，就是台语啊，啊学会晓迄个声调、变调，安尼就会使吼。OK， 即个啊，咱定定咧讲吼，啊，咱来一直无咧注意，足侪啦，诶，下啊，哦，迄下啊，迄嘛是平衡音，阮翁某迄是 ANG 哦 ，ANG， 迄个毋是鼻音，哦，迄叫鼻母音啦吼，啊正式的鼻音，伊个英语叫做 no 啥物？OK， 这母音就迄几个尔，啊拼音文字就是子音配母音，子音甲母音合起来，就是迄个。哦，会晓西班牙语的啥名字？西班牙 ，OK 哦，你甲看台语甲西班牙共款，要发音免查字典，哦，你电机要发音嘛免查字典，伊是我的拼音文字嘛。啊，英语呢爱查字典啦，哦。OK， 咱过来看注音哦，注音，第一个波，加 H 就是上对坡。哦，有上气无上气，你摕一张纸吼，波袂叮当，坡袂叮当哦，迄就是切气就出来哦。哦，啊，北京语话分坡啦吼。anyway 就是 PTK 加一个 H 落就是变有上气啦吼。啊，过来么？哦，咱斗阵啦么？啊的，啊加 H 就特，啊呢，哦。这拢较正常啦，啊，过来歌嘛共款，啊加 H 就是科，哦，啊 H 科嘛，科，啊 CH 是指教育部甲所有拢改做 TS， 所以你即摆看教育部足侪拢 TS 啦吼，啊过来 CH TS 加 H 都上去啊，上去啊，都上去诶。啊，诗共款，哦，啊，这讲日本迄款的北京语的诗，但是无讲细字啦，咱讲台语免讲细字吼。
啊，过来米，这恁无的哦，这北港去无的，你知后壁米，录音哦，米食肉哦，肉也小发袂出来，肉啊，迄个尾拢发袂出来啦吼，啊无就是发去保去啦，因为汉语拼音内底的米是保嘛，哦，啊过来第二个迄个迄个字吼，即个北港语嘛无啦。即摆囡仔你等于听惯拢哇，袂晓哇，迄个哇拢无去啊。哦，因为咱这个汉文中原来这语言弯调起来一改，弯清起来一改，甲咱拢变甲迄个音拢字拢用甲拢足怪去，拢去互污染去啊。啊，咱台语因为离中国较远哦，无受个影响啦，所以咱保持原来中原的唐宋迄个音，要保持条底啦。虽然讲读迄个读诗，我呢唐诗300首，你着爱用台语来读，迄个才有押韵啦。啊，遐中国人你读到欢喜甲，其实迄种骗人的，因拢毋知影押韵是倒面。啊，咱才有押韵。迄时代遐拢是爱叫遐台湾的遐汉语遐老师去教，才有押韵。啊，过来 NG 伊做母音的时发作嗯嘛吼。啊，发作子音的时变做哦，鸭歌，有无鸭歌？这是 NGA 鸭歌，哦 NG 吼。啊，过来客语专业吼，写会有客家人无？有客人？OK， 我一定开始了，一定开始。咱这个书字法，台语客语书字法啦。名正册了是台语客语，所以你要拍台语、拍客语拢会使。哦，啊，你才要完成。啊，你客家话有这 F 的 f 哦，那个你们那边客家，你讲4音来讲会对。啊？爸妈讲不一样，我不会。你哪里？哪里？爸妈都苗栗。苗栗是4音啦。哦，台湾的客语用苗栗的客语四管腔做伙吼。啊，我你知影是讲，因有四管甲海陆，无共款腔口。啊，台语有泉州甲漳州，无共款腔口。足趣味的就是讲，台语的腔口无共，是音无共。做人做无共。啊，客家话是声调无共，音拢共。哦，你讲上帝叫上帝，啊，海陆讲上帝。上帝哦 ，OK。啊，迄个海陆甲台语的变调了后就是海陆。上帝吼，这咱少仔知影者啦吼，啊，就是以后要分辨就会较好势吼。哦，啊，搁迄个尾，哦，客语客家人足可怜的，譬如安尼，人母教，啊，后边也是该通用拼音。本来咱鸟丢拢口的佚佗发甲足正确、足正确的，啊，咱的客语的迄个本来本色拢了留着的，啊，去后边也改做通用拼音了，已经就走抓一丝啊。哦，伊就无尾的音，伊用咪来代替啊。尾无你尾哦。尾毛你尾毛哦，伊个才会变尾哦。啊，伊个歪，迄歪是客语的特色哦。伊迄个通用拼音，啊，即摆马研究整了，甲改做甲中国共款的迄个汉语拼音，伊嘛有无奈哦。我看因个三本。没有办法，就这么样吧。啊，就客语你来看卖，即摆照教的无遐来，因为就拢袂正常。伊个字来就是歌，你客家是 HAKKA， 伊敢若即字毋敢去改 HAGGA 啦。照伊的音标来讲，伊爱改 HAGGA 啦，伊无法度改啊，人全世界拢有讲 HAKKA 嘛。
anyway，就大家对即个台湾目前的迄个咱的母语的生态是安尼吼。大家唔知有啥问题无？啊，会讲伤紧。OK， 搁转来辅音，辅音就是两个音合做一个吼。即个甲国际音标82%就共款啦，即个辅音的方法吼，诶 ，R E I R U E R E O E U O R， 咱咧读 O R， 莫读 O A 啦，咱照咱的音读，哦。咱因为咱无会查字典，咱迄个音就点啊读迄个音啦，吼。啊，迄个教育部改做 U R 啦，吼。啊 O A O A 吼，伊改 U A 吼。啊 U E 吼，请恁使 U E 去啦，迄捌改去嘛，无要做写。啊 E R U OK， 就是后壁迄个你先读起来，再搁夹一个咧，腰，巴肚腰，哦，巴肚腰汉字安怎写 ？OK， 啊 O R E Y， 我咧读哦，迄种爱 O I Y 啦，迄个 R E 咱已经读过啊 ，R E 啊，做一个 O I Y， 哦，啊暗，哦，我伫讲迄个哦，即个少年咧。因为捌家己个关系失去哦，哦，哦，食暗糜啊，哦，迄个暗啦吼，今仔日暗就是 AM 咧，哦，阮翁阮某就是伊翁啦，啊音。哦，哦，你如果讲声音的音，恁拢会发对声音去哦，这注意啊，音啊音哦，迄个音格啊音，啊烟对个烟好个烟，当个好个央台南人讲我压力创啥？央，哦，台南用央的吼，哦，拜托人做诈骗代志叫央。啊，温故的温，哦，啊，英啦吼，啊，教育部叫叫做 ING 啦，哦，这足惨的哦，哦，圣经就变圣经啊，啊，O N， 哦，我姓王，哦，王 O N G 个王哦，啊，武安，台湾的湾吼，台湾湾武安吼，啊，伊改做U A 啦吼，啊，过来汪，武安汪，狗仔伫吼汪迄个汪，啊，伊翁翁，哦，就是安尼俩，一几字俩，恁就晓吼。啊，过来就是讲你学一个语言，爱对伊的特色爱修啊，爱去清楚啦。你要学就把握开条吼。啊，所以即个咱的声调的迄个特性哦。好啊，就是啦。OK， 台语语言的特色吼。注音我拄才讲分上句甲无上句，哦，啊分清音甲濁音，北港语无濁音啦吼，所以清音甲濁音，就哦迄就是濁音，诶，啊迄个肉食肉的肉，迄个肉是浊音吼，啊过来母音真侪天空音啦吼，诶，这拄则有讲过吼，咱来。读看卖啊，第一个偏就 TH 嘛吼，P， 啊是平假音偏，啊面顶另外第七声 P， 哦，另外哦七声哦，啊过来 A， 哦，你啊 A， 哦，你本来 A 嘛，
啊有平常音发出来就变 A， 哦 A 啊牛伊有羊，恁台南讲羊，恁咧啥物腔口你敢知？迄毋是泉州，毋是漳州，啊，号做江浦腔，你可能空听人毋捌听，但是漳浦啦，啊，漳浦对，迄个腔啦。中埔，啊，过来啊，吼，阿落去，哦，院啊，院长，哦，迄个院长，啊，过来乌加平常音，囡仔乌困，乌困一暝大一阵去乌，就是要平常音嘛，乌，啊爱平常音爱囡仔，哦，你是知哦，爱囡仔，还有囡仔，啊，哇，你有爱无？我这里爱囡仔呀，我不爱囡仔。爱，哦，啊伊啊，伊啊，惊，哦，我就惊，啊伊有羊第二条羊姓羊吼，姓羊，你掠羊吼，伊乌羊，迄嘛迄个台南有这腔口羊，乌啊换，啥物换歌？就是钱，换歌迄换，啊乌爱歪歌是错哦，歪。啊，过来一个北京语无的吼，入声，哦，第四入声尾 PTKH， 哦，咱咧字伫后壁的时阵，伊就入声会动起来，哦。咱第一个啊一个哦，K 水的哦AK 二个哦H 就是讲较轻的迄个，较短的迄个入声过来 T。AH 甲 AK 你咩有分？哦，即个物件有下理用哦，迄个下后壁是 H， 啊学生的学 HAK， 是感觉较深阵啊，后甲对迄拍的还是？对。PTK 是较深的迄个，啊 H 音叫做迄个轻的入声。哦，所有的语种咱有8声调哦，内底 H 尾啊后壁有加的入声第4条，啊甲悬的入声第8条，哈，哦 ，OK， 啊8声调，哦，这足趣味哦，8声调，迄哈佛大学学家吼，伊有讲一句话，伊讲全世界的语言内底吼，敢若台语，我都敢若唱歌咧变调，唱歌变调，生气好，唱气好，即咩啊对？啊，咱你讲袂好势，咱就变调，咱讲咧就错势。爱变调，我变甲足有规则的。哦，有条话我来讲迄个规则哦。伊讲即个人类上水的即个资产，恁台湾人有责任爱甲救起来，无叫死，无叫某因死啦吼。我感觉即句话足水的哦，咱大家尤其这少年吼，大家小可教迄个。咱来先讲8声啦吼，8声，第一声。我图来，即个后壁迄5吼，迄个表示迄个五线谱吼，伊个关度啦，声音的关度啦吼，迄个5就上悬嘛，吼，所以第一个三口的三，哦，啊头前就是爱第一个头前了，就是讲你拍电脑的时阵爱拍 SANN， 伊就会走后壁迄 SA 面顶一个。小 N， 哦，咱来直直要拍平常音。啊，教育部以前就因为伊袂晓去标迄个小，啊，小 N 去甲想讲啊，无咱用 NN，
所以才变练练啦。啊，不然迄个细细演出好看的吼。Anyway， 教育部的伊迄个政策的名叫做台湾罗马拼音方案，伊是要拼汉字的啦，伊无要来当作是用啦。啊，咱白话字咱一直为圣经台湾教育广播一直拢当作文字用，所以咱来标分调，要查字典我都查。所以这咱有这个概念吼。头前的就是讲你拍电脑的时阵爱记，就讲第二声，咱爱拍的字就是第二声，第几声了拍伫后壁，伊就变底，就撇倒边的时阵是第二声，三底，底伊的关度是为五线谱的5降来3，底，课，O 一点，你爱拍 OU。也是拍OO，教育部的拍OO，也是拢会使。你输入的时阵，会使用教育部的，嘛会使用教的罗马字。出来output的你家己爱去选，看你要选教育部还是要选迄个白话字，课。所以咱拍 KHOU 3，伊的电脑就会走 KHO， 第三条是。撇接面，第三条撇接面，只有一个细的一点这创袂出来迄就是 O 课就是5线谱的第3降落来就足加啦课第4声就是后壁加 H， 所有后壁加 H 拢是第4条啦做科嘛科 OR 动起来就课ORH 看有动声即个你拍声伊走出来声来啦因为伊无迄个无免注声调嘛，伊本身 H 就注声调第5声人 LANG 第5伊就会出等于后壁迄个第一点模迄个第5条，迄第5条。第6条，第6声，才有鹿港人。敢若鹿港人发会出来，鹿港人讲迄个腔口人拢爱甲笑，就安怎无讲去，就安无去啦第6条是，所以咱其实台语是7条了啦，7条无用。伊就爱甲第2条共款啦，A 你感觉音感觉嘛 A 嘛A 第2声 A 用咱你袂去拍着遐啦，迄是最后咱知影。过来第7条，拄则讲鼻腔的鼻PH P 鼻腔音 P 上海第7条 P P， 另外伊是3 P 我这有会写一个，是写拢会写一个尔迄代表较低音啦OK， 第8条 bit TIT 8第8条，迄嘛是入声，迄叫关入声dit伊个 I 的面顶会一环有无？迄个就dit第8条dit，咱读一遍，三底看人会天dit。安尼有概念无？无去啊？因为爱困咯，咱就按这个讲。即个面顶调符的着声调位置教育部伊讲因是注重拼音嘛所以讲爱标伫险度较悬的面顶。咱是当作文字，咱标伫较水的位啊。I 甲 U， 迄个 I 就足散啦，你要标伫 I 面顶，咱就标伫 U 面顶这咱会完成OK， 我想要讲了，咱再有问题好煞咧，即个电调这电调足趣味会晓讲台语的人，自动家己会晓背
啊，你要读的时，你就爱知影讲遮个小可遮个原则。啊，你读袂顺诶，会感觉愈读愈惊吼，变袂好势，即要好。免惊啦，我嘛是啊度过这种即个痛苦吼。啊，有哪个把握袂掉？因为咱动作文字一定爱标本调，本调才有法度查字典，才有字典啦。哦，其他话系统拢讲好，我读安怎就读安怎。啊，迄个音伫遮会读迄个音，伫遐会读迄个音啊，平平共款共字字啊。所以咱爱会记伊个本调。啊，变调就是讲一句话，还是一个词，头前所有拢爱变调，上尾啊迄字无变调。所以你要找伊个本调，足简单，你甲迄字放到上尾啊，看怎读。哦，像台湾人，拢台是第五嘛，啊原是嘛是第五嘛。啊，第五会变第七啊，变台湾啊，哦，台湾啊，台北人讲台湾啊，有台北人无？台北人有无 ？OK， 你台湾安怎讲？啊，台湾安怎读？安怎读？安怎讲台语啊？台湾啊？台湾。哦，你讲台湾？我是个哦，照讲因，迄是台湾，台湾啊吼，对啊，你北部人讲台湾啊，啊南部人讲台湾啊，哦。所以即个有分第五声，即个有分南部人是变调变第七调啦吼，迄个 S 就是南部啦吼，啊北部人啥就变做第三调，台湾。啊，迄个加入第 H 个入声吼 ，H 个入声，第四调伊会变第二，啊第八调会变第三。啊，屁错，哎，头前拢是第八调，所以变屁错，哦。啊 ，PTK 较简单啦吼，第四调、第八对调，哦，第四调、第八对调，第一，迄三字拢无共个无，其实咱台语有一个叫第九调。第九调，哦，第九调你要拍第九个时，伊会走一个安尼出来，哦，啊，有个人讲迄是变调，所以无甲做出来，哦，你要做嘛会使，哦，哦，这是变第九调，啊头一个伊本来第八调嘛，变较低个叫袂讲嘛，哦，你读怎摆读个？OK， 啊，过来咱有一个语言上特色的吼，我发觉有足是种语言有安尼啦吼，啊，北京语无啦，英语嘛无吼，啊日语嘛无吼，迄个有分咱甲阮，即个少年囡仔嘛会分得清楚，哦，言调甲外调袂晓分，哦，客语的圣经，新潮的外调拢换做言调拢换做外调啊，你知道？咱的上帝啊，爱咱翻做外条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吼，啊保罗甲迄个教会人写批讲，我的上帝啊，我毋是这种，吼，咱有分，咱的心就是 inclusive， 包括对方，咱来食饭你会使，我要去食饭你袂使，啊，哦，这。啊，我为着即个客语这圣经了，我就去问台湾，即马14族的原住民，拢有分咱甲我 ，inclusive 甲 exclusive， 哦，啊越南嘛有分，马来西亚嘛有分，啊个较大国的，较一个国的迄语言，电脑无分的，足奇怪啊，哦，所以青年你讲台语讲甲足好势，上晚都烦恼伊祈祷啦。我上帝啊，咱拢是罪人。一般就是安尼啊，讲一个人，我上紧张就是上晚都会祈祷啦。伊若倒去台湾，我拢会去参加因礼拜啊。伊我发觉伊有一届袂对啊。啊，伊老师直直甲教，啊，课程人我说，一定爱注意些，一定爱注意。我懂，伊的母语是英语，加拿大的客啦。啊，伊会晓讲是讲英语。迄拢无分，
啊，因伫台湾伊嘛学北京语，也无分。我们的上帝，所有拢我们的上帝。我一定要继续做好咧。我用现代中文就本来读台语，拄着我们的时阵，读讲咱，甲伊讲是嘞哦，爱阮抓着。哦，这上下有无共无？这语言说咱台语有足侪只特色啦哦。OK， 毋知有猜袂着，这个主要是。这语言啊吼，语言我读过日本册啦，所以我我感觉日本人保持遐尼济汉语吼，阮济汉文啦吼，保存差2、3千字，我无讲较实在影吼。不过我感觉用罗马字甲汉字合咧写，继续用以表达。啊，你若讲今仔拢要用白话，用罗马字拼音出来吼，日本人即马伊个名嘛，还佫袂当讲这我小甲你打岔者，这是因为你个人你习惯的问题。无啦，但是因为你读无问题，你读汉语的问题，华语的问题。咱大家拢有汉字基础。我知啦，按你的真是大足济，个干来晓读白话字的，伊个妈妈干来晓读白话字的，你讲伊毋捌字，是伊毋捌汉字，伊是捌白话字。啊，伊学一寡汉字就会当写，因为你迄个汉字吼，要分讲，你像我共款音的吼，有几啊项字。我知。所以你若写，你若海曼的奶精。你汉字其他你袂当写你遐去啊，你袂当讲哦，你当下你猜讲啊，这搞袂使。我知。但是你若看，因为你读过汉字，你读过汉字，越南本来用汉字，所有拢改掉去。对，但是因为伊个朝鲜人吼，即马朝鲜人嘛是迄个汉字拢改无。我这以后，这甲咱今仔无关了。所以我说汉字是咱的迄个。我给这边用汉字，你用汉字。你咧讲即个你著要讲这东西啦，300四。你若用咱的英文话读，用咱的台湾话读吼，迄个足水，迄个押韵足水啦。啊，你若用迄个北京话有插迄个做迄个满洲人的迄个吼，迄个讲字音入来吼，所以就怎啊变袂讲遐有水啦。但是你当时你若用单音来去读，足水的。我个人知影吼，恁捌满洲话无？东西就是满洲话。满洲话已经无字了。有啦，东西啦。你是什么东西？那东西是满洲话啦。哦，无我是讲迄个一般要通用的满洲话。我的是满洲话啦。迄个倒，咱以前讲下嘛，伊拢倒嘛，啊倒着伊就摕起挖音来打。甲海曼的奶鸡相关，用来打。满洲人根本就无，因都无字嘛，因无文字嘛，伊是惊有迄个。你莫想讲你差不字，人拢有文字啦，你莫想讲英语无字，你是无汉字尔。文字无保存啦，你若要读迄个满洲的，你爱去。OK， 咱因为时间无差无，咱主要要这事实嘛。有问题无？有需要休困一下，休困是需要。OK， 但无咱来迄个看迄个需求啊喏，已经有装咧请举手，来应天意需求啊，装咧。哦，你加装，会啊，你 Apple， 你伫外面电脑你就装，效果很厉害。啊，你用自定输入，无，迄常用的吼，你着爱用。无要紧，迄个你是用 Apple 嘛吼？啊，到尾有人用 Apple。哦，Apple 共款，你有装无？要袂 ？OK， 你即摆咱迄个需求啊，伫台语新闻内底，我迄个显脑内底有无？哦，你去台语，即个记了吼，有无？迄个你拍台语.fh.net， 你有看？你有记去写无？有 OK。哦，你为教会罗马字记袂哦？啊，你要有教会部下骹迄个嘛会使啦吼。哦，即个记袂了吼。中即个拢是工具啦吼。台语工具，啊有一个信望的台语客语需求啊，你即个。啊 ，OK。啊，你看你的电脑是
是汉字版也是英文版，哦，即摆新的拢是64 bit 啦吼。啊 Mac 的，你着看你的电脑的迄个叫啥？有我们招。嘿，拢 OK 吼 ，OK。啊，伊内底有说明书，哦，咱用汉语的说明书入去，哦，迄个说明书希望你甲download落来，啊，照安尼来进行啦吼。啊，说明书即个内底有一包自定词库已经有啊，你会使摕来利用就对啦。啊了后，你再用自定词库的迄个方法去甲建立你家己的啦。啊，你这会当拍汉字就有。会咯，咱会使。汉字嘛是台语啦。是啦，我即摆等于无迄个，我就是我用较少汉字哦。拢会使，由在你。你来当拍汉字出来，你由在你，由在你。表达的意思伫遐，毋是迄个音啦。由在你，你要汉字要啥物字拢会使哦。啊，即个影音的说明哦，恁老去看，有迄个迄个叫一个 mark 的这吼，恁会当去看者。你用迄个 mark 啦，吼，迄我讲的啦。讲到老无啦，啊下骹是我学电脑上的吼，下骹是迄个 Windows 的吼，伊拢有实在的操作安装下来来，互咱用啦吼，啊。OK， 说明书来读哦，包括我个人在内，当人足无爱读说明书啦，车驶甲去路标上。出不讲这个，你看我说的。说明书也是用汉字写，汉字才写会出来。说明书你来用你怎样用这个罗马音写的？你读毋知影伊咧叫你安怎创？无影，咱人是先有话呢，才摕文字符号来斗呢。啊，你这摆电脑头讲，爱有字造话。基础啦，咱大家拢知。无时间我讲的啊，是的啊，咱无时间讲。OK， 这咱家己看啦，会晓的甲袂晓的吼，年纪较大的，拜托你吼，我知影，年纪我今年71岁吼，我当讲母遮的吼，讲实足感谢上帝的。这一个说明书啦吼 ，OK， 你装好了后，咱才开始要来，咱因为是挂伫迄个汉字的下骹吼，中文的汉字下骹。所以你迄出来有一个荷兰文无？你真的，迄无太了的，吼，有咩搁做足计算的啦？啊，看着汉字就新细明字啦，啊，我迄条号就拢乱码去啊，哦，啊，我即摆甲骗啊，我嘛伫荷兰文啦，你嘛甲我开，啊，若是Windows 7骗袂过 ，Windows 10就搁骗袂过啊，嘿，我 Windows 10个搁定写，哦，啊，这 Apple 就无解释啦。所以来看人讲，我这荷兰文太掉就无效个吼。OK， 咱即开始来拍吼，咱即摆这先讲这设定啦吼。OK， 咱创一个 Word 来拍。OK。强调你这设定爱开始，你有来设定。啊，恁迄个 Apple 的设定是另外一个所在哦。嘿，你知影啦吼，迄就叫。第一就是讲，你要拍汉字，还是要汉字大声，还是要罗马字大声啦吼。因为你要后壁的时阵，你爱是Shift，就再搁去选你要删嘛，吼。啊，所以你若讲要拍汉字的时阵，你着用面顶吼，面顶的设定有无？汉字选罗马字后壁爱是Shift。啊，你若要拍全罗马字的时阵，你试下骹即个，伊着罗马字会先排到头前，你爱直直去。啊，要选后壁再选后壁吼。啊，过来一个全罗模式吼，即摆以前是汉字才会当用头一字哦，台湾人 TOL 这就台湾人就出来。啊，即摆罗马字嘛共款会使，所以你爱教迄个时，就是讲你有迄个功能会出来。啊，较重要啊，就是讲这罗马字的款式，你是要教育部的，还是要咱教会的罗马字哦？因为咱
长老教会拢无重视即个代志，无去甲人生吼。啊，虽然这是我去无快去创出来输入法，啊，但是就是教会外人较强啦。爱讲伊就所以 default， 你是一个安装好了吼，伊个 default 是伫台路啦，哦，台路啦。啊，你去甲改造爱甲改造别位是啦，哦。迄有一个牧师啊，看着我转来，啊，你囡仔我来创啥？伊讲你这乌一点太拢变乌啦。我讲你有读说明书无？我无啦，等你来较紧啦。我等我美国转较紧啦，我来牧师吼。所以讲你说明爱读，啊，即个爱选落对，伊就是遮无去改造地位是啊。哦，你啊改造这了后，以后出来就是80%拢地位是吼。啊，搁一个指定词句吼，你这小个这足好用的哦。这指定词句就讲我拍 CPTPC， 啊，就中原台湾咱复写就出来啊。吼，啊，敢若联合退休会啦吼。啊？退休。退休会啦。是爱用下较对啦，好叫，毋是伊退休哦。退营修修修啦。有法律无？有甲你选啊？是毋是这？是啦，拢无。修啦，修也修啦。OK。退休会啦。哦，第一。哦 ，OK 哦。就是安尼，要喊你要拢马上在你啊！啊，我即个指定词语我改好了啊，改个嘛就袂安尼。这就是你家己去定咧，恁兜的地址，你的啥物密码拢会当记到遮，你敢知？免再记。你的手机，定定人问你，我切过看免，你着手机哦，我拍来就好啊。我拍几啊台看啦。即摆迄个台湾牧师要考试，要考这个输入法啦。爱考迄个主导文，爱会晓写主导文。啊，其实我这主导文，所以即摆因的主导文袂使用这，爱用笔写，袂使用啦。我当初的脑筋要甲这个事业啊创到世界上强的哦，我才要迄种我是台湾要爱挑战哦，一定赢因的啦。啊，过来这是倒仔字对，啊你主导文我要背位置，有无？主导文背位置，伊个身体啊。OK， 哦，啊就背位置主导文弄出来。所以爱放弃波波摸摸，袂使你只，啊，毋是台湾人甲迄个是啊，因为中国啊吼，犹太人、以色列人共款，啊，就安尼，当伊啊带出来埃及啊，伊讲我要转去埃及做奴隶，咱毋好学啊，咱讲跳出来就跳出来，哦，无放弃就放弃，你这要拍汉字嘛，我拍会出来啊，差因为咱的字比因较济。我讲我老早就爱拍空气。即个中国大陆伊嘛是用罗马字，但是用罗马字我拍汉字出来。伊根本无经过波波摸摸。对吧？这样这退休会就出来。所以你现改也 OK 啦。啊，我一个，你会老吼，啊会老啊会着。啊，迄个波波摸摸，迄个显示视窗永远会遐写着，你知影咱会当放大。你无感觉我拍 CPTPC 有无？其实大句无？字形有足水无？所以字形甲大，啊，你选你设定的有影，哦，都是讲设定的有影。因为这我个人我用的需要的，啊，去无75万叫人写量身定做。OK， 这就是这个显示型哦，显示窗型加哦，
有无？遮安尼看有无？遮即个所在，你会使选字形，选你喜欢的字形，选标解题、新市民题试嘛吼。啊，过来你要厝的要啥物拢会使。啊，你上济会当到70字。台湾人，台湾人出头天吼。你因为即摆你迄个 Facebook 你定定爱甲按赞，你何不讲用字来甲表达？哦，啊人若你讲吼咱遮选你安怎？台湾人出头天，啊你拍 TOL 伊就接出来，互你选。哦，一秒间尔，你就当比按赞搁较好啦，迄个人的规定哦，哎，就讲我讲迄个冤哦。有无？原上地既然讲食，伊若感觉做甲遮好诶，你著甲讲即句话好欢喜个，所以甲按赞都转来人吼，足济就对啦。看到这了，伊会感觉按赞，这就是制定词句哦。你好我来有一定。啊，你这制定了吼，你顶某讲强几字啥，一劳永逸呢。恁囝孙嘛要用会着啊。哦，你知影我意思无？因为你咱家己若保存落是，你看就是。是啊，这嘛是台语，顶悬咧嘛是台语插罗马字嘛是会当保存。对啊，剩才有现金。哎，两看见。是啊，我即嘛是咧讲台语若插汉字插迄个就是罗马字咧吼，足好读，足紧。OK， 设定了我一个吼，普通伊这了拢会甲你教啦吼，就是讲你定定拍字的照片头前啦。哦，免讲等你找伊家。迄画足济嘛，定定把伊的一张照片投前，所以迄个你大哥唔好遐创掉啦。你知我意思无？我迄个收大字哦，迄个第四字只就真大啦。对对。啊，下骹要拍鲁比迄个吼，我拄则送你迄个坐汉字字罗马，迄个不只学习吼，你可能爱创一个 workshop 嘛，你若无迄无一载吼。迄个我家己去收出来方法咯，迄毋是一字一字拍。你一字一字拍，你知影 Word 只有一个总有，一个啊，这咱拍这个啊，这就拍波波波波啊，啊伊这是字字啊，哦，你安尼拍落了吼。睇遐个较头去，即个无做去，哦，即个就是因为注音的啦。咱家己共款会使安尼吼。啊，但是我即马即个方法是规本啊，规本圣经会看安尼做。哦，所以阮迄个我迄工介绍的是咱的 CDB 全面台语圣经网站内底有3个版本嘛，全罗、汉罗啊，甲鲁比的版会当对照咧读。爱鲁比你download落来 Word 拢 OK， 啊你若要做 PowerPoint 的时，你爱去遐创作图形啦，迄个 Word 也无法度啦，迄 Word 问题迄个就是我迄个 OK， 哦，这设定就是安尼，你设定 OK 了吼，我这就是毋是无 OK， 太要过20啦，哦，这个确定，这个确定就去做 ，OK。是讲我是，这个标语哦，我是毋是拄则人创意标语？所以伊就你拍我是就一只就出来。我习惯是用汉语。OK， 显示的有影哦，遮。啊，过来你拍迄个人民大迄个地名迄个哦。你起湿的时就大写啦，哦，你是讲台湾大学，你台第一个爱起大写哦，台湾大学，迄个罗马字的部分，伊就第一个大写。毋是我猜，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第6啦吼，第6 ，OK， 有无？哦，迄个第一个大写。
无知问题啊。过来就是行练啦，你逐工拍吼，你着会写得着无？啊，大人感觉台湾台语太遐困难，伊根本拢无认真咧学啊。哦，我讲你用补的时间的1/1000来答，你家己语言嘛，马上就会晓。啊，原来的囡仔，伊去印尼啦，去学1礼拜、2礼拜尔，转去就我都甲伊妈妈越来越写啊。所以，即个所谓啥人发明的？啥人设我就计？是遮上帝发明的，上帝的文字啊，即拢爱感谢上帝。啊，伊就林长老请足侪人到骹手安尼吼，爱做些。OK，所谓恁有这嘛吼？即马嘛在拍一个，有一个叫做罗汉卡。所以你迄个咧 application app 内底，你去遐看有一个罗汉卡 ，LOHA 罗汉卡，迄个就是你靠台语的。嗱这啦，吼，啊加迄个 iPhone， 有一个迄个新地中正后的一个青年，伊去写出来。啊只迄个咧 Android Windows 的哦，还袂写。Android 咧，你还佫找人写啊？找人写。啊，我就是4个去考一寡人哦，就我来，大家共同来做些物件。所以若是有伊电脑安尼有文书啊欢喜参加的人，阮欢迎恁大家过来，做伙来做安尼吼，啊，互即个software吼会更较完全啦。真可惜啦，今仔人咧啥人人？所以台语新闻台内底吼，我小介绍者，你入去台语新闻台吼，你无甲想拍新闻台，新闻台迄是华语的吼，因华语总了后，伊台湾囡仔嘛，伊就袂晓台语，我会晓台语，还甲伊学袂，创一个台语新闻台，搁创一个客语新闻台，客家你头前台语摆改客家就是台语客语新闻台，所有台语有诶客语啊嘛拢有啦吼，还搁一个点字诶吼，迄无人利用诶。啊，即个正评者吼，才有一寡影音吼，咱来看迄个声调吼，咱需要训练一下吼。即要找啦吼，迄个是八声调，八声调，有无？毋免报啊爸，是，你着听到第一字，所以你白话字啊学甲足好诶，你台语学甲足好。啊 ，TH 诶时你着爱 TH 啊。算一个字母安尼嘛吼。OK， 我找迄个咱个做迄个八声调吼，只有一个八声调。个无爱讲讲，爸，规身骨了比爸比，但你讲求起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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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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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囡仔个真狗。狗上爱拍拍走，像用鼻仔地像鹿，走去拍记录，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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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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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好吧，永远无代志。狗狗唱乐，就来练台语。无图无图 ABC， 拢上慢车死。袂晓行着要学走，走就是车本斗。使好吧，照顺时。狗狗唱乐，好出边。1、2、3、4、5、6、7、8、8声真好记。动物仔来点名，点着爱画声。使好吧，
过来哦，哎对。你咱做这个华语做单语还是做汉语？ OK，我之前讲我，你台语真爱会晓嘞，好啊。迄我这最后5分钟再讲，你家己等去讲嘞。OK。这个从。Here, we all enjoy Michigan's forests. 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个草莓的台语到底应该怎么说？一颗颗草莓饱满。我来哦，你台语爱学嘛，敢毋是？这个词语法嘛是你学台语的方法。你毋知第几章你问号的，伊会甲你讲。你试看卖哦。哦，就讲我，啊你毋知第几章？哦，你就是，VOA 问号，对啊，就 enter 啊。哦。我甲你讲，我第几章？哦。所以这就是你慢慢学，你若拍袂出来，你就表示你拍毋对。哦，啊，你袂使第一就问，袂使看这个，一定爱头前有写，后边也毋知啊。哦，就讲猴是安怎写？猴是 K 第一个 K， 啊后边安怎？你拍 K 问号 U， 你知后边 U 嘛？哦。这有学习的迄个讲，所以大家嘛有心的心，认真来把来学的。教育部本来嘛无这个事情嘛，因也要拼音迄个汉字的，啊，阮这出来了，人就变去写，但是变去写伊无这个功能，无指定词库啦，无这个。这是这个讲，这是我特别拜托我讲，我起初开始的时候就有足困难咯，要拜托你送这个，啊，伊咧写程式来，伊就来送这个答案，你就答问号，啊，伊就甲你讲吼 ，OK， 啊，搁来学讲的，你就这个所在，你甲该刻意咯。这个词语我听，第一个是台语嘛吼，你也该客语有无？客语，啊，像巴萨的客语啊，最慢意思，当然是安尼种，台湾人话。哦，所以我。退慢意，迄个慢了变调。退对啊 ，THY 退。啊，腿对啊，第三调腿啊。就是迄个，不是后壁迄个问题，是头前迄个有问题。腿。你讲腿啊？不是腿，是腿。腿对啊，我读袂准尔。来迄个正式，咱圣经内底的标音，客语的就是 THY， 那是我袂标准啊，你会标准啊。这侪人念迄个腿。那个前面头前迄个音拢，我知，你著认真对教材了啊！我今仔我才知影我读毋对，我知影我读的客语嘛足侪对啊。较像伊啦，你讲你你话讲汉字吼，迄个恁啊，恁的认得到嗰时，迄客语是读按的。我哪有讲按字写啊？我连去变调去啊，是按字写嘛。我常听恁叫我说按字写嘛。按字写。对按啊。是第二条啊，我那个变按字写去啊，这是因为我毋是客人哦，所以，啊，这个音标是100%才到位，会客语圣经就是安尼标的。哦，这边用汉字写来，客家人也晓读，台南也晓读，广东人也晓读，上海人也晓读，拢知影意思嘛。我知。所以汉语写出来就知影意思。我知。啊，汉语过字表述。你知你读？过字表述你知无？所以是，汉语在你读。是根据文字写的文字啊。啊，就甲你讲，咱人是先有声音，摕字来读，你唔好先摕字来改咱的声音啊，这颠倒头，我见人伊会怎？哦，安尼客语你知哦？其他的方法拢甲台语相像，哦，要设定要创啥的啊？
啊，所有诶，你要拍第一支啥有诶无啊？本来是恁拢爱一支一支拍啦，咱先一支一支来啦吼。T.O.I. 迄个第三条吼，咱客语诶第三条，客语诶声调吼，因足奇怪哦，因无照咱台语诶哦，因是因咱诶第五条，因是第一条啦，因叫做迄个，因诶声调是安怎来？啥物失足诶？你有读客语标示，恁迄个声调安怎读？反调四面失足啦。啊？反调四面。翻头，四面食糜嘛是翻头四面失足。伊诶六声，客语讲六声尔啦。哦。反调四面。失足，食糜。失足。OK 哦。伊诶声调诶顺序是安尼，所以我第三我袂使拍第三，你敢知？我咧拍第四啊。那是第四个款，再退无，伊变你变。我本来是我甲台语共款，迄个陈忠啊，迄个老师讲我咧教，我是教反跳四面失足，无就一食糜嘛，欢喜就跳啦，伊咧是安尼。咱是咚衫底裤宽咧，一字一字拍啦，咱来拍台语的一字一字哦。爱先一字一字学来的吼，我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台第五声，吼，所有台拢做来咧选，吼，台，湾，人，台湾人，是吧？台语文，可能好啊练习哦，等于台湾向波波莫夫挑战。啊，对，无要紧，语你写语嘛会使。我语共阮有啊，语啊，共阮有啊。阮无歧视啦，你啥物球跑，做你跑无要紧，出来你选到对就好。啊，不是你若选去个教育部的，就佫无共。你若选别位置，一定共。对，不管你安怎入。即内底迄个汉字收集偌济字？100万字。你若要相信，你去试。无要紧，我对你讲，我会使讲100万字的。因这西洋的迄个罗马，迄个做European吼是8bit的，会当表达出来。但是咱的亚洲的语言吼，爱10万个bit才会当。迄无紧，迄因的电脑的代志的，咱即摆用现有的电脑，咱就我就处理安尼。好来，咱来讲即个工具内底吼，即圣经有法度伫150集的必然探论2年创作，拢靠这工具吼。OK。所以你爱入去台语新闻来网站面顶吼，中遮有工具。我先介绍字典啦吼，恁要查字典，要使要查。这台字大字典是日本政府1933年伫台湾总统府请几个人家内底，正讲几个人家，伊只目前收集上济的词的台语，600,000个。我讲恁姓牛迄个，我是我就是来介绍知影讲这个，这是伊本来迄个哦，咱则创一个汉字啦。所以你这会当用标字来查，吼。哦，你爱用数字调的，吼。有无？有啊。哦，伊原来代志大字典。有啊。伊是用迄个卡纳拼的，我出的。我吼卡纳拼的，我大部是拢日文解说咯。
爱负责。啊，我大学我接读册处是大日文，啊去甲李金华讲，你着会晓去反转，因为这台湾遮个人袂晓啦，啊，这个腔啊的拼音是，这系统袂歹，啊伊直无用啊，啊伊是罗马字，我拢会解做罗马字，吼，啊日文的解说拢解做台语的解说吼，啊这就是讲我以前内底做咧。迄个台语文化，我讲袂好利哦。因为我所做出来，我感觉上低温数，我拢免费用啦。所以新闻的网站面顶所有的物件拢免费啦。迄个，所以阮叫做 copyleft 啦。圣经讲话，无你要靠迄字遐无，迄叫 copyright， 迄字叫 copyright 啦。啊，阮叫 copyleft。所以大家为这事工来倒啦，啊，就希望，所以我看到少年的吼，拜托恁若要学我教互恁，因为我已经70几岁啦，这物件一定爱教互恁啦吼，较早有一个迄个食啥，迄个芝加哥迄个，我有哪甲讲吼，已经拢会晓啊，伊做长老，但是拢嘛是爱讲道啊，爱用这个。OK， 你的问题这字典吼，还佫一个台华对的，台语安怎讲，华语安怎讲，华语安怎讲，台语安怎讲，这吼恁拢会当去查啦，会当参考啦。啊，咱的台语的字典，第一个就含字典含规定这吼，这个用。拄则讲鲁米吼，这爱足久的时间啦吼，因为我早2年的时间才去甲创好势吼。啊，教罗、台罗就是教会罗马字转，教育部的台罗，啊台罗转教罗遮啦吼。啊，台语线顶这圣经即个吼，大家老厝用会使去看吼。啊，你若看了好，就 Facebook 去甲分享哦。我这马上点去就当去 Facebook 去啊。这逐种版本会当对照去读吼。啊，即摆恁爱日文的，才有日文的啊。是无？你迄有日文好对照的。啊，有迄个越南文，就是因为越南新娘愈来愈济嘛吼。啊，阮想办法会当即个会当用嘿。啊，英语会写的。啊，你若要整段的时，就是讲你安尼一摆咧把你再选这，啊，你若要对照的先选表格。哦，你要问英语、台语、日文啥的时，要安尼一摆用的时，因为你若要出去，可能爱用种语言3种，会使选即个整段嘛。哦，你整段的时阵，就是安尼排，爱选2个哦，你就当讲。咱看越南无汉字啊。OK， 伊一撮一撮嘛吼，伊先台语、罗马字，啊这越南话，吼越南字无半字汉字，啊这日语吼，你就当安对照，啊你要选英语嘛使英语吼，所以你这 anyway 你就是尤其少年，你就先即个点去试看嘛，你就知影，毋免等我讲啦，我知影讲。啊，过来恁就是圣经内底要查即个，看有啥物字哦。查询，圣经查询，巴克的汉语，哦，我讲迄本圣经，你读一世人，内底无半字悔改，所以咱才拍悔改去吼，悔改。所以伫即个巴克的圣经内底有无？哦，伊这无啦，反悔啊来改啦吼，你无看啊反悔来改，吼，有反悔无悔改，无悔改，啊无悔改要哪一点啦？我迄个牧师80几个，伊有足烦恼个伊，以前拢有迄本，巴克的迄本，啊看着我这内底有悔改，伊讲我毋知影有悔改，我当我是台湾人，哦，咱来看即个。专门台语圣经汉语，有无？拢会改，哦，
无人会改。70个会改。哦，这会当查询啦，你要查你这个牧师要查遮个是咯。哦，你会使选整本圣经还是主要是新约，这种你会使哦。咱即摆迄个鲁比，咱看卖哦。以前是咱落伫中文的全信望案内底，咱遮专门是规个独立，完全为咱迄个专门的台语圣经的设计啦吼。所以头前有三个版本，就是即摆目前出版社吼，咱来比较看卖。是要那个，咱要出版会使吼。迄个才无出来，迄个鲁比迄有交无着，嘿，叫标比啊，第一种落啦。伊就是会安尼，这全白话字，这汉罗鲁比面顶有迄个罗马字，你若要你甲 copy 落来，你个 Word 内底即拢要定定。是，即个是 Google Chrome 较水，Firefox 敢若无讲介水。你反正你试看嘛，IE 吼，嘛无一定。OK， 来讲你个问题哦，迄个时间无够。搁做转来台语新闻来，即个工具了有一个华语转台语，哦。这是网络面顶的，迄个事故我无时间去update哦。你若买，就是伫遮有一个叫做台语转换工具离线作业版，即个你若登录内底有说明书，要来有影了啥？华语转台语，汉罗转转罗，转罗转汉罗，要转鲁比赛拢有啦。OK， 我试互大家看哦。OK， 来转华语转台语，即个，你华语的文章甲答落吼，咱这样凊彩创一个，华语的文章，咱来创圣经，圣经。做四面雷劈来看的。对，我正伫找迄个，创了小者来。毋知走去倒位，迄个华语转台语，OK。有啊，这内底拢就有啊，这个我甲创一个迄个好好文就有啊。OK， 点好好文啊，伊内底就有迄个，这个搁会较做好好文，好。好啊，本已经有修订版哦，恁会当尽量去买修订版。OK， 门头将近的出来大了。你甲华语的搭到面顶，爱创的迄个，无门徒甲，毋是耶稣甲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够啊！迄拢是够尔啦，免拉。迄个北京语的拉吼，台语无用迄个拉。过来即个教吼，你原来迄个北京的厦门话圣经拢夹啦。我台湾人，你去问啥人啊？讲我夹你，伊就讲硬要写夹啊，遮歹读的啊，嘛不过来读夹啊。你翕啥嘞？我甲你话，你倒位人？你台湾倒位？哪位？苗栗哦，你毋知影你台语你倒位人？对啊，拢我甲你嘛甲是，我甲你去佚佗嘛，伊但是拢用夹啦，叫影响家呢吼，甲教会外人拢写夹，我遮出来了后，渐渐改到倒转来倒转来用夹，我甲你。猪有这仔嘛吼，仔有分猪甲地嘛，
啊，所以你创好了，你就爱紧甲改做伫啊，伫江仔山，那里就是遐嘛，对，伊转做台语啊。哦，啊，即摆台语的时阵，你会使转做罗马字。遮有一个叫做。这华语、台语选台语吼，啊汉字选罗马字。OK， 别记法内底转无过着，伊是用无共个汉字啊，转无过时，你着搁计甲加落。这个安怎啦？别记法啊。啊，别发奇啦。别发奇 ，OK。现在下载华语啦，这别发奇。OK， 啊，伊这是哦，你要怎讲两名词？啊，无到时出来小写，第一字大写哦。啊，所以你若袂信，你就是爱加入专有名词大写写，哦，安尼袂信就出来别发奇啊。啊，这要改倒等于汉文。巴基内本来是迄个全罗马字的嘛吼，啊，我为着要互人读，就是我创汉罗啊，啊，所以汉罗的现在甲当作倒转来，只有一个全罗转汉罗吼。OK， 耶稣好啊，即个以前哦，因为我即摆尽量要借原来音，耶稣是正港的音啦吼，啊台语所以只要渐渐要来改做耶稣，啊所以即摆就是以前毋捌你去改过，罗马字哦，啊即摆这改做这是耶稣。哦，这个嘛专有名词哦，叫做专有名词，汉字重复 ，OK。哦，即摆伊就耶稣了，哦耶稣，伊就改耶稣啊。到文图，哦，这啥物技法这啊？这别技法，伊这本来就是水库无的，你著爱甲加落。罗马字，伊个啥？别发字哦。别。哦，你要选这甲某共款哦，paste 还是箭头，迄拢会选去。这是别，啊发字，发入来 ，OK， 其是其他的其。哦，你才有够教的，所以就变法字就会出来。好。有啥就对，有啥啥？这十几年来哦，水写起来，安尼无两点前久。啊，这是迄个台语的你教的时是一学期200分的课。好啊，有问题无？即摆也毋知用啥问题，做入去才知。即摆问题足大的。啊？问题足大的，还未开始做，所以。先标的是学会晓，哦，哦，啊，你着拍圣经，你过去的圣经定照咧拍，哦，照咧拍，啊，你即摆我送恁即个汉字罗马字的，你会知影拍汉字还是拍罗马字来对象咧拍，来练就对啦吼，啊，明年来哦，爱考试哦。我会奖品啦吼，我会迄个。大家吼，我是讲半讲笑半事实啦。伊个东欧足侪国家吼，伊采用的字母是西罗的，苏联的字母。这是 Greek 啊，希腊的。毋是，西罗的。这希腊长期的嘛。这是 original from Greek。我毋是要讲迄啦，我是咧讲吼，因写的字吼是西罗的，啊你若家己探落去，则知影讲是希腊。迄个话本身是希腊文，
总是写是用希腊语来写，伊无用希腊字母来写，吼、因为伊受即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伊写个即摆迄个东欧有一个足细国家叫做摩多维亚，伊到即摆人拢无要承伊做一国。住伫遐的人，至少会晓讲5种以上的话啦，还有苏联话，即个做欧洲的话，啥物话，总是因讲阮就是摩多维亚的人，所以因的确阮就是摩多维亚人，因讲因的话，若阵有需要用苏联话，甲讲苏联话人讲，伊就用安尼讲安尼。因无要否认因家己讲，阮就是摩多维亚人。世界的迄个国家的人，拢无要甲看讲伊做一个国家，讲阮就是阮安尼，因无要放弃。这是一个真，咱会当台湾人会当学啦。联合国无要甲咱看做一国咱讲咱原来是家己啊。我毋免靠。别人甲有甲认无甲认安尼我家己就认安尼。好。结果我超入水。你还在？好，今天到这，多谢。